初10这段时间内，傈僳人从准备过年到结束各村寨前后不一，需要1个月左右。年节期间，男女老少身着新衣，杀猪宰羊，冲糯米粑，酿制香醇的酒，处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氛。此时正是樱桃花开的季节，粉粉的花色映衬着红红火火的日子，是节日里更加的喜庆和热闹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过时节是他们最为开心的时节。小伙子们拿出心爱的琵琶，姑娘们打扮得格外漂亮，人们聚集在一起，相互谈笑，在欢乐的气氛中尽情歌舞。刀竿节是傈僳族人民的盛大集会，是一项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。刀竿节的主要内容有2项，一是洗活澡，二是上刀竿。所谓上刀山，就是用几10把锋利的钢刀绑在2根平行立起的长杆上，刀口要一律向上，其中3把刀架成剪刀形，整个刀梯寒光闪闪，使人看了为之惊心动魄。所谓下火海，就是烧起一堆篝火，当篝火变成一堆通红的炭火时，很刺骨，而周围的观众则是提心吊胆，有的尖叫，有的喝彩，有的鼓掌，巨大的声浪在山谷中回荡。捍卫自己的领土啊，是吧？这个跟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地国跟他们打不好，也就是火枪，你看火炮。在我们领土的又是蒙古这一带，在这个以来呢，我们3去1次，就是下来1次。后面老沙场里头基本都是打。